组咧，来讲着即个经过的应付所处二色二心。那当然呢，对于了解即个伫即个图塔内底，非常言下大吼，那非常听着咱所做的来讲了着这段了后，伊大陆启发体悟会使讲是非常的济所以伊伫这当中呢，感觉讲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也就是讲一切万法拢总是由自性所来生发，嘛会使讲就是即个道的即个生发因为伫即个像经典甲咱讲嘛，大道无明成就天地，大道无情运行为法，大道无明永永法法。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即个一切万法呢，无离开了自性伊所生发也就是讲对于了解即个道伊所生发出来，所以道呢也就是生发了着即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即个始祖也就是讲伊有一个来源那么当然以大来甲伊讲是道，若伊伫咱自心当中内底，咱就讲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自性分所以讲自性分伫咱自心当中内底呢，自然咱就当生发了着即个一切所以讲呢，那么自性伊的妙，会使讲是无微不至啦。那么显落伫咱人，有当时讲某位人有够高，有够水，有够漂泊，有够高趁钱那么呢有够善。那当然呢，即个就是讲，依着即个自性在自心当中呢来生发出来。会使讲是无限量的啦，所以讲呢，咱若甲想，伫宇宙的当中呢，虽然是讲咱所看的科技，会使讲是非常的发达，会当讲上太空将即个太空去翕出来种比小做到了即个纳米。会使讲伫即个世间呢，即个科技呢有够发达，有法度呢制造即个太空船，无论讲伊是有人的还是无人的，伊有法度呢通上了即个太空，亲像伊到即个火车呢，伊的耗气耗，伊是无人的即个太空船，即个太空船来讲呢，伊到有法度伫即片地球。甲伊拍照去到火车，互伊会当安全坠落，咱来甲想，这若无讲所谓科学家呢，咱会想有法度，伫即个地球要自从即个耗气耗，甲伊拍去到即个火车，那么去到即个火车的能源爱偌济？那么呢，伊即个耗气耗，互伊坠落了伫即个火车的当中内底。对上悬的所在，坠落去到着即个火车的陆地，就爱去保证袂摔坏的。那么伊坠落到迄个所在，那么伊有法度展开，伊个有法度产生作用。那么呢，帮人类呢，伫即个火车的所在呢，来啥呢？来即个收集了着一寡的资料啦，送回了着即个地球。甚至讲，伫即个所在，甲发现了一个生物，甚至讲伊有适合咱人去住。所以讲呢，咱若甲想，这科技呢实在太发达。但是科技的发达，电脑的发达，来自于啥物人创造？来自于咱讲的人创造。但是人创造，若即个人来讲的，若无来自于了着伊自身内底的即个自性物所去流露出来。甲有法度做出物件，无法度嘛。所以讲灵是体，心是用嘛。安尼呢，即个生物才有法度去创造了一切，创造了这一切。那么当然会当拥有了即个
遮尔科技的物件，遮尔美势的物件来讲起来，那这会使讲是无离开了着咱自性所来发展出来。所以讲呢，这就是咱自性伊的妙处，那么就是咱人的因缘，所以讲呢，这是以着较少来讲起。那么伊五祖呢，去感受了着，这个六祖感受了着这个五祖，伊所讲了着一句话，互伊有遮尔大的启发，所以讲呢，伊随客所言，所以讲呢，伊就感受着了后呢，那么呢来禀告了着这个五祖，伊去感受，何其自性，会使讲呢，会使讲超乎想象，嘛会使讲是太妙了。伊感受会着了着迄个妙处，所以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富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灵性万法那么伊所去体会着，伊去体会着，因为咱讲的灵性，咱人看袂着，但是咱感觉会着，各位前言。感觉会得，会啦，因为他拄互我讲嘛，伊这个老祖，伊去感受着，大道无明相续天地，伊嘛是无看到，但是伊去体悟着，伊去觉着，伫这个无形无相内底伊的元素，那么来主宰了一切，都有了着无形无相的这个物件。所以讲呢，伫无形无相的物件，咱袂当甲讲做是无，伊是空，只是互咱看袂着，咱讲伊是空，咱讲伊是无。所以讲呢，有当讲实相无相，实相是看袂着的物件，但是这个当是真的。外在一切你看会着袂着，这物件呢，拢总是假。唯有呢，就是讲这个道。伊才是真实，伊的这个万事万物的主宰者。所以讲，伊去启发着了，去感受着，哎呀，实在太妙了，那么呢，这个自性本呢，伊这个伊的这个本来面目，伊是清净而无染的，至清至净，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嘛，伊是非常清净，那因为了着来到这个世间。也就是讲，这个日头，日头毋是讲今仔日乌阴无日头，是因为伊气候了着乌云，早。那么咱的佛性，咱本自清净富足的佛性，那么为什么我讲去流露？因为了着贪嗔痴爱九识在起，那么呢会证明这物件呢来甲伊蒙蔽，来甲伊蒙蔽。所以失去了着咱本来伊的清净，所以讲其实呢，伊是清净的，伊是清净。外在去外有了，伊原才是清净。只是咱人靠咱人变成是咱色心用事，那么呢色心用事，咱无法度去了解了着，伊真正的面目，所以失去了着咱本来的自性本。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当然呢，伊是无形无相，要哪有对待，就无对待，自然呢就无生灭。所以讲呢，物件呢就是讲，伊落到这个世间来了后，伊就是有阴阳，那么伊就是有对待，这是落到这个世间来了后呢，当有这个生灭，到这个生灭。但是自性本来是清净的话，那么呢，到咱的自心当中，伊敢有生灭？伊嘛无生灭，伊嘛无生灭，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自性本不生灭，伊无对待，伊无对待，自性本自富足，当然伊是圆妥妥、光灼灼，具足以无常之德，也就是讲，咱人会当成就了伫这个人。会当成就了着成仙佛，也就是伊富足了着这个德性，富足了着这个德性，伊当有法度通真正成就了着这个佛，成就了着这个佛。这个嘛就是咱自性伊本来下啥呢？伊所
伊本来是国家吼，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当然伊是如如不动。哦，那么伊虽然是如如不动，但是感而随通。你讲伊是无，毋过伊感着，伊自然就会当有所了解即个用就对啦。就是讲，咱本来自性附着的当中，你一个咧，我无感觉枵，当然我袂想要去食饭。我即马有去感觉着枵的当中咧，我就自然而然就去找物件食。那么物件食饱，佮归于了着啥？佮归于了着伊的情。就像咱咧细汉囡仔共款啦。即细汉囡仔咧，有当时啊讲出世个啊，伊食饱就困。伊若艰苦巴肚枵着煮啊淡，伊就会好，感而随通嘛。伊已经附着了着即个灵性，已经上天甲附着伫即内底啊。若无咱讲，为虾米呢？即个名主甲咱讲，不合其言其良言，不如其理其良知。那么即个良知甲良言，已经上天甲咱附着了，无咱人才会当去有效时代。有效时代，我讲毋免教人个，讲较早呢，伫农业时代，大家贫困的时阵，讲出口的拢无读册，但是呢，比真的人较有效，是无啦？敢是安尼？即摆人呢，学问足悬，但是呢，已经呢受了着即个乌风雷影响去了后，导致沦亡的当中内底，袂当食果子拜树头，所以伊读册读册都无作用。后世做安怎？已经流失去，已经叫流失去。所以讲呢，伫即个当中呢，本来咱就附着了着即个着了着即个字。那么即个情来讲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良知所有内底德性内底的总括，就是伊含有了着情啦。伊有了着即个义。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伊所去附着伫咧。所以讲呢，咱来甲想，囡仔你无甲教，你甲无甲教，为虾米伊会枵？伊会表示。伊的表示就干那好尔啦。尿煮啊重，伊嘛会晓表示，尿煮啊重，是不舒服，伊会好。但是这是啥甲教，毋是爸母甲教，以天俱来，它就是具足的。伊就附着这物件。所以讲咧，囡仔感而随通，也就是讲伊枵，我感觉枵，变安怎？那么爱流露出来，人较知影，无人毋知影我咧枵。但是你互食饱了后，伊佫回归倒转来，本无动摇，那伊种是如如不动的。那么呢，何其自性灵性万法，拄仔讲过啦。那么伊是附着一切，伊当有法度成发了一切。伊若无附着一切，伊免哪会当灵性万法，敢是安尼？所以讲伊附着了后，灵性万法，也就是讲我咧讲的嘛，就是讲具足了一切。所以讲伫咱世间内底，若讲去外科，伊去外发达的都有可能。那么伊这个有自性所来流露出来。所以讲起来呢，也就是讲咱咧自性来讲，不过这物件就是咧阐述啦，就是咧讲啦，讲到了着灵性伊所含有的元素，也就是讲伊一项物件的成分。那么呢，其实咱讲言语道断，都袂当讲，灵性嘛袂当讲。但是袂当讲的时阵，你又搁袂当无用文字去甲伊阐述，甲伊流露。因为你若讲无留根源，众生是死在轮回的根源嘛。所以讲伊留下经典，就是要引导众生伫世间的当中，你爱找出了着人生一条的归路。那么这个归路就是讲，要咱灵性未来的归处，毋是自身的归处。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那么呢，互咱会当真正去了解了后，那么伊的文字，伊的文字般若，也就是要会当启发着咱。伊袂当代表是灵性，伊袂当代表就是道。
那么文艺那么呢这个文艺呢嘛不是道，文艺只不过就是一个代表的伊是要指引咱人往哪个方向去了解。所以讲呢，咱嘛用这5句当中，无非就是咧讲咱如如不动的这个自识，伊是圆陀陀光灼灼的。那么呢，坐地我本性，当然呢，这就是讲，咱五座听到六座呢，那么伊安尼会感叹，赞叹，以后呢，那么咱五座了解了六座呢，伊会当识住了咱的本性。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讲不识本心，合法无益。若识住本心，见住本性，证明用无天殊不啊！所以讲呢，不识本心，那当然呢，咱来讲起来，咱讲无了解了着家己，你又搁要安怎找回着咱家己？无找着咱的本心，咱的本心是啥？咱的本心就是咱的良知良能，那么就是一切的这个德性。所以讲呢，你若无真正去了解，你又搁要安怎去找回着你迄种圆陀陀、光灼灼的自信呢？是毋是你会伫外在伫迄个所在盘旋？无法当得到无法当得到即个入门的即个方法就对啦。不得其门不得其门。所以讲呢，伫咱修行学道来讲起来，就是要找着咱的本心。你若无找着咱的本心，你外在一切只不过就是外在一切因缘，伫世间缘生缘灭的物件，伊无法度互咱会当止住了伫即个轮回，嘛无法度互咱真正的回归见性。所以讲呢，就讲识住本心，自然伊见住本性嘛。所以讲呢，伫咱修行学道，咱不断当然呢，咱虽然是得道，毋孤单是毋是一定达到见性？其实呢，不见得啦，不见得。所以讲呢，咱就是不见得已经见性。所以讲呢，透过了伫即个学习了后，咱慢慢自己会当去家证道。那么呢，如果咱达到迄个程度，那么就是名丈夫，那么呢就是天人师，就是佛。后壁遮呢，或是呢，佮叫咱来研究。那当然呢，伫即个五祖要传落六祖，三界二十不能言言，是说金刚经只应无所住，疑心疑心。那么伫这个所在，到底五祖伊是有讲金刚经无？伊是有讲金刚经。来互即个六祖听，互伊感受着。当然，伫即个所在呢，也就是讲，其实伊三界入息，其实是咧传互伊传心化药，即个传心法药啦那么传即个心法药，伊是要传心法互伊。为虾米呢？伊毋是讲金刚经，伊是传心法互伊，安怎讲呢？因为《金刚经》即句应无所住，疑心疑心，是《金刚经》内底第10分那么呢，伫六祖进入了伫即个仙房是三界入息。那么三界入息，伫三界当中，六祖佮拜别了着五祖。那么也就是讲，伊若是甲讲《金刚经》伫第1分讲到第10分，为虾米伫遮尔短期间内底，五祖有法度讲，即段第1分到第10分的《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疑心疑心，来互六祖听。所以讲呢，其实伊是咧传回心法利益。那么为虾米伊会讲着是说应无所住，疑心疑心？其实这就是咱五祖伊的本意啦，伊的本意啦。甲
伊讲互外国，甲伊讲互外国，讲伊是咧讲金刚经，讲伊是咧讲金刚经。那当然咧，伊嘛无限，因为伫金刚来讲起来，为什么呢？金刚就是讲金，它就是永远不变；刚，它就是会使讲是光荣，那么呢迄个刚强，迄个啥呢？迄个刚，开始就是伊，无错的就是伊吼。所以讲呢，伊会使讲就是比喻，所以讲金刚易自性，金刚有自性。所以讲来讲咧，伊咧讲金刚经嘛，就是咧讲伊的自性。所以讲起来就是五祖。其实伫三界有识，伊是全心发耀，来互了即个六祖，伊互即个六祖，毋是伊咧讲金刚经互即个六祖听，因为伊三界内底无可能讲地分讲到第10分，那么当然伫即个所在，伊家己讲本意，即个本意就是咧讲，当时咧即个空无主，伊传互了即个经主。我得一以贯之，伊甲讲我得一以贯之，经主讲话嘛，经主甲伊讲话。那么咧，伫即个所在咧，咱迄个自出空无主离开去了后，问人问经主，讲夫主，伊的道是啥物？伊甲伊讲是中士嘛，伊甲伊讲是中士咧。那么伫即个所在。敢有共款？真空无主，甲净主讲无得一以贯之。但是自出，问人问净主，那么呢，夫主之道是啥？伊甲讲是中士而已，甲讲中士而已，内底敢有分义？我真讲咧，咱听。也就是讲，伊家己讲无开去，家己讲无开去，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伊无甲五祖咧，伫即个六祖大经内底，当然伊无讲伊全心发耀互伊，伊是讲伊是讲即个金刚经甲应无所住而生，互即个六祖，其实伊是全心发互伊。那么也就是讲呢，即个经主咧甲问人讲，夫主之道中士而已，稳义啦，那么咧，莫讲是稳义，就是讲我坦白甲你讲的时阵，你嘛无一定会当理会，这样咧特别会讲着所以讲咧，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伫即句当中咧，来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咱咧菩提自性咧本来是。伊是清净无染的，所以人讲道不用修，但无污染。道歹就修，你莫污染道歹就修，敢是安尼？也是讲物件无惊人，你歹就洗；若无惊人，你就免洗。若惊人的，当然你爱洗。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应无所住，那么应无所住是啥物？不住就是即个欲因相。不住了就即个欲因相，因为即个欲因相既然是定，因为就是咱无甲伊善用，所以讲咧，伫即个眼理必须心意来讲起，咱拢已经安尼离道。因为咱讲咧，咱看着一切的即个景，咱讲咧，即个红尘家境，甲伊当作是真的，那么咧，伫即个所在咧，不断就是去咧甲伊贪啦，对咱的眼理必须当中内底咧，来生出了即个贪。伫即个贪的当中咧，自性咧就开始蒙蔽，开始蒙蔽。那么自然而然咧，会失去了着咱即个光亮的所在。文笔，
敢是安尼？好，这加草头有哩，就是去互方便去，所以讲呢，毋但伫金刚经内底，金刚经的就是咧扫相嘛，咧扫相，本来无人爱家己面除掉去，所以讲应无所住，也就是讲咱在这个世间的当中，凡所有上界是虚妄，那么呢，凡是因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露亦自电，应作如是观，也就是讲叫咱慢去自了着外在的这个欲因相，但是无自，毋是叫你毋通用，毋是叫你毋通看，用你该用，看你该看，听你该听，做你该做的。那么呢，咱有法度扫三心，非世上。那么伫这个当中，愿你就袂去执着了着这个欲因相。那么呢，嘛袂叫这个欲因相，来甲咱用去，甲咱牵去，因为甲咱牵去了后呢，咱自然就会失去着咱本来迄种圆妥妥、光灼灼的德性嘛，也就是讲失去了着咱的我相之定嘛。所以讲呢，伫遮甲咱讲应无所住，疑心疑心，那么疑心疑心，也是讲袂生了着这个方便，袂生了着这个方便。所以讲呢，对了解这个不生方便，因为心就是天堂甲地狱的所在，天堂甲地狱的所在。所以呢，一切会生出了的这个欲因，也就是讲欲因感欲因，生欲色。所以讲呢，伫你看到，你莫动一个念，你要家己拥有，你感觉讲我一定要家己拥有，那么呢去弥漫伫迄个所在，你无法度恢复了着这个清净嘛。所以讲呢，应无所住，疑心疑心。那么这句其实讲起来，嘛就是甲咱讲，咱咧气机本无，那么气机本无呢，也是讲因缘一切的污染。所以讲呢，因为较带伫迄个这个科技自性本自清净，伫即5项的当中内底呢，咱拢已经会当去了解了着自性伊迄种圆妥妥、光灼灼的自性。那么也就是讲，咱来到这个世间，有所了的这个泥样，失去了本来就咱的面目。所以伫这个所在，伊甲咱讲，咱爱应无所住，疑心疑心，气机本无，外在一切，那么听理不分，视理不见，用理不清。那么主要呢，也就是要互咱恢复咱本有，恢复本有，也就是讲咱的性德用心。因为咱大家拢有一个德性嘛，来甲讲较简单，会当成就，也就是讲无常之德。按恢复着咱本来所具足的无常之德，因为咱会当成为了着这个人，就是咱具有了着我相，所以讲呢，咱本来的这个自性，伊是具有了着这个我相之德。那么咱具有了着这个我相之德，来到这个世间，因为方便，自着我相之德，甲伊方便去，换来了着啥物？贪嗔痴慢疑。所以讲呢，失去了着咱迄种的观念。所以讲呢，咱的气机本来无的是啥？外在一切，外在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就是咱本来灵性内底无的。所以第二，自从咱本来无的改变除掉，自然伊就恢复本来有的德性。比一个呢，我为啥会讲倒回啊？你倒回是心倒回失机嘛，敢是？所以你因为你失机嘛，那么你真有法度去了解转来了后，就是讲我无爱你，我爱义，并除了着义，恢复了着这个义嘛，叫这个义对异性共款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气机本无，那么恢复本有，也就是甲咱讲应无所住，
那么宜生宜心，这也就是讲伫咱修行学道足重要的两句话。那么咱求着道了后，为虾米点传师前辈者伊会设立了这个升专班、启二班，佮甚至六组单经班？等于说一切的班会，无非就是要互咱下当借着了道理，来启发了着咱的用意。那么嘛帮忙咱，要咱平度了着咱培养内底本来无的贪嗔痴爱酒色财气，要协助咱平度啊。所以讲，咱有咧感受道理，有咧听道理，咱敢会去避解误会？咱各位前辈，你有感觉讲你听道理了后，感觉讲你心地较好无？敢有差？有啦吼。所以讲，你听经就好。咱修道人袂当无听经，毋知讲咱即两句呢，伫咱修道来讲，也是足重要，足重要。所以讲呢，咱要不断的学习，安尼呢，才会当真正达到起依本分，恢复本有。所以讲修道呢，咱一定要下功夫。你的功夫用到对，你自然就成就到对。你若如果讲你的脾气无变，无随着你修行的道理、的心境去改变，那安尼咱永远就是一个凡夫俗子嘛。那么嘛失去了着修行的意义，嘛失去了着咱求道伊的迄个因缘。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爱去来谨记在心。咱今日去修行学道，伊的宗旨是伫对一样。那么伫这个好期，这个好期呢，当然呢，也就是咱甲祖，那么呢，伊去听着五祖为说经五经之应有所住疑心当中，伊呢有了着真大的体悟了后，那么伊所讲的两字，也会使讲是赞叹啊，哎呀，太妙了，自性就遮尔，就遮尔光亮，就遮尔清净，无畏，那么伊就是度。那么你用这两句，也就是来亲近了着这个实相，是甲祖来亲近了着这个自性，的这个实相若无咱甲祖，是毋是拜五祖的时阵，其实伊有见性无？伫甲祖拜五祖的当下有见性啊嘛？敢是安尼？为虾米呢？伊就讲迄个甲祖伊来拜五祖嘛，五祖讲迄个欲求好物，来者好日，欲求好物。甲祖甲伊讲为求作福，不求伊本嘛。那么五祖甲伊讲，你是南蛮的人，欲空为作福嘛。你是一个凡仔，你头法当做伙。所以甲祖伫迄个所在甲伊讲，人有难白，自性无分难白。你是和尚心，我是觉了心，自性有何差别？那么就是去讲到啥？讲到伊的自性啊。敢是安尼？伊头法当讲，伊就是你感受到了后，伊才有去讲嘛。所以讲咧，伫即个当下内底，迄是伊伫迄个时阵伊就见性，但是伊见性为虾米？咱五祖爱去三界仪式，不能明见是说因公因智应有所住疑心来传即个心法互伊，意思是咧甲伊正道。所以讲咧伫兵书，人讲咧言语聪明过人品，不顾兵书不用才。你若要经过兵书甲你正道，你拢袂当讲你是得道。若无六祖见五祖的时，伊就见性，但是迄阵五祖还袂甲正道嘛，伊是伫即个时阵才甲正道嘛。叫伊三界仪式，其实传互伊的是心法嘛，毋是安尼咧，毋是甲伊讲金刚经啊，毋是甲伊讲金刚经。所以讲咧，伫即个时阵甲伊正道了后，那么换六祖，伊去感受到彻底。我所见性的，就是诸五祖甲伊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听到安尼了后，伊当讲好奇，
好奇的意思，也就是讲五达祖伊亲证了着实相，赞叹。比一个咧，咱今日拢已经得到，但是咱今日去得到，你敢有去受人事一时中央会点互你了后，像六祖安尼，即种的赞叹，敢有？敢有？若互我无解，因为你甲我举一个，讲我变性，我还去打问号，毋知有影无影？你讲求道会当超生了事，我嘛去打问号，敢是安尼？好，那么咧，伫即个当中呢，也就是讲，咱是先定嘛，咱是先定嘛，后修。那么了后呢，就是头拄仔互我所讲的，点论书伊去设立了即个班会，无非就是要互咱去感受即个道经、地经、天命经，那么互咱感受了后，你才有法度亲近。亲近就是讲，哎呀，确实有影。我安尼得着道，我修道。已经经过几冬，不断伫咧研究即个经典，那么呢，我愈了解，愈欢喜，那么就是你离道愈近，那么就是你体会了解即个自性佛伫咱的自心当中愈来愈真嘛。本来你是打问号，毋过你感受着法了后，你开始启着你个智慧了后，你敢慢慢讲，你的自心当中内底。你的自心当中有了解自性佛，若无，咱是拢看即个，求道了后有即个无，去打问号呢？咱不断照道理来启发了后，等慢慢去发觉着讲，哎，有影个对，我的身躯有一尊佛，迄尊佛若看人自然。伊就叫伊去穿衫，若枵就叫伊去食饭，即阵叫做真正的佛。死人敢会家己穿衫？敢会？袂啦，太袂，因为已经无即个自性甲自在。所以讲咧，咱咧听经闻法，为什不断，就是咧阐述每一个人自心当中有一尊佛。为什一直咧强调，一直要来印证互大家看？变啊印证，也袂当刻出来，袂当刻出来。那么袂当刻出来，要安怎照佛来讲自性？要照佛言道，啥物是道？讲到尾讲你看会到的这拢是道，咁安尼道是安尼吗？咱看会到的这物件，敢是道的生活？敢是？是啦。不要疑问，所以讲道就是主宰世间万事万物，的主宰者。所以毋但讲你真看袂到的空气，嘛是来自于道；你看会到的这建筑物，嘛是来自于道的生活。所以讲，当时道主伊体会到，会当深深了解山川河海，这个河海青岛。有了解有了解这个山川大海，河汉青岛，那么有了解这个月亮，有了解这个太阳，那么伫这个当中呢，有了解伊主宰者，迄是道主体会着了，伊赞叹，伊敢伫清净经内底甲咱做，甲咱做印证，伊是甲咱记录伫这个清净经内底，互咱要往哪个方向去体会。无道了变怎讲？你讲人生爱摕来我看，只是咱真咧讲的讲，话讲有阴阳眼的，讲伊有啦，会去看着无形的啦，但是咱即部阴阳眼的，着安怎看袂着，所以讲咧，咱不断就是咧感受了即个道理，那么慢慢，毋知讲修学道咧，一定爱研究道理，嘛无研究道理，无研究道理，永远你就是门外汉。你无法度亲近，所以讲，当你感受愈来愈感受，愈来愈真愈讲愈有影，那么也由你离道愈近啦，那么到最后，你去肯定道的存在，你自身有一个佛的存在，那么咧，伫迄个当下，咱当家己亲近，所以我咧有一种的感受，
就是较拄仔咧讲的，大家若游过道，若以互拍甲吼，那么咧到这个道场，咱游过道打阮吼，听足个道理嘛去打阮吼。但是尾啊，愈感受愈感受愈济，愈感受愈欢喜，咱得到道义的真实性。所以讲咧，咱的前辈者呢，为虾米伊无少着受道的艰苦，牺牲奉献，全力以赴坚持到底，这无啥物，伊是已经体悟着道的存在，所以伊无可能自从这遮尔好的物件甲伊弹掉去，所以已经清净。所以讲，你若无去感受着，你会感觉讲修道有也好，也无要紧，你袂去在意啦，你袂在意。就讲个，就我今仔日若讲招咱大家投资一个事业，甲伊讲这100%，绝对会当趁大钱的。无钱的敢会去少钱？保证的哦，无钱的敢会去少钱？但互我一定去少钱来投资。那么就讲道，你感受着了后，对懵懵懂懂、无了解、有清楚，若无清楚，那么但是你不断的研究，增长着你的智慧。了后呢，你开始有去看到道的形影，有道的存在，那么愈看愈真，愈来愈肯定，当然你会下投入。安怎讲？因为这敢是你未来的依归，未来的依归啦。所以讲呢，伫这所在，考题嘛就是咧讲，咱六祖呢，伊去亲证了着这个实相。那么亲证实相就是无相啦，伊看无，但是伊体会会着，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这两个合记嘛，就是亲像当时释迦牟尼佛呢，那么呢，伊夜报明车，那么呢，伊来夜报明车了后呢，讲记载，大地的众生，拢是富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因为有了着执着，伊来失去妄想执着，伊袂当证得。所以讲呢，伊头前讲迄两个记载，就是亲像六祖伊讲合记这两字的意思。我真安尼解释，咱听有无？听有无？也是讲这两字合记，就是交当时世尊伊夜报明车。那么体会所讲的记载，太妙了啦！真正伊看我毋知遮尔妙，伊真实性，所以讲伊看无，但是已经体会有，所以伊家己这所在呢，亲证，所以讲呢，六祖伊受着五祖甲证道了后，那当然呢，伊会当亲历迄六大祖，但是。你若要甲证道，六祖嘛毋是为因做事呢，所以讲有五祖甲亲证了后，伊会当去体会，即个只等者去讲着所以讲呢，自性本自清净，因为他拄仔讲过咱的自性本来是圆陀陀、光陀陀，它是一个清净而无碍的。所以讲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伊含一点污染拢做无，所以伊才来讲必定无污染，必定无污染。搁伫伊进自性的当中，伊嘛无污染，它没有污染是咱头拄仔讲过，为虾米？咱无法度流入迄个光亮，是因为我色心用事。我色心用事啦，因为我用假为真，色心用事，用事。那么会色心用事，就是用假为真。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伫这个所在，咱就失去了着清净。因为咱的自心内底有贪嗔痴但而不正见那么呢，伫遮个物件就是亲像乌云一片一片，甲这个日头照了，日头嘛是日后嘛是光亮但是这乌云有风吹
有这风甲吹开去了后，也就是讲咱真诶失去了着自性诶清净，但是有真理诶风来吹开了着我佛即个清净诶即个色心呢，自然我就会流露了着佛心，流露了着即个佛诶心。所以讲呢，流露佛诶心，就是并度了着众生诶知见，来开了着佛诶知见。所以讲呢，即个佛心就是开佛知见。那么呢，色心呢，就是众生的知见。色心就是众生的知见。所以讲呢，咱着照着道理，慢慢看要安怎去甲伊即个色心，即贪嗔痴万意不正见，慢慢甲伊修安怎甲伊扫除安怎甲伊清除。互我迄个自性会流露出来，所以讲呢，那么咱的自性，伊是究竟无污染的，那么本不生灭，因为伊无落去对待，就袂生变嘛。你若有得到的欢喜，你若是毋是就艰苦？这叫做有生灭，得到叫做生，失去叫做死，那么也是讲咱人共款，来出世叫做生。那么死去了后叫做灭，伊有对胎啦。所以讲，咱人有生就有死，有有就有无，有水就有歹，有悬就有低，有好就有歹，有得就有失，有错就有无错，伊拢是对胎的啦，伊有对胎，这是落到这个世间啦，落到这个世间的相。那么伫咱的内心世界内底呢？咱就是有色心、用事，但会落离生死。今仔日你若无一时的无得失的心，你就无生灭，你敢袂艰苦？袂艰苦啊啦，敢是安尼？真正呢，所以讲真就是要破照着这道理要安怎真正安尼拄安尼找要甲内底迄物件要安怎一项一项。无爱拢甲搬搬都是擦车的即摆就是咧用这工夫。这咁好用，若互我咧用就歹用，嘛足上无爱，要甲变动，但是有遮简单，但是佫袂当无安尼做，为虾米？因为咱要修行，咱要得到本来迄种的清净，所以你一定爱心性用功夫，所以讲咧，你若会当达到无生灭，你就无落入了有对待，其实你就是天道。那么呢，这就是本来回归倒转去清净的自性。自性本自苦足，那么苦足就是伊是圆佛陀光灼灼，伊拢没什么欠少，就无啥物缺点就对啦，无啥物无啥物缺点。你是苦足的，伊无啥物缺点。佛敢有缺点？佛敢有缺点？佛若有缺点是要安怎做佛啊？敢是安尼？意思就是安尼。所以讲佛伊是苦足，那么呢，也就是讲伊已经是开佛知见了后，已经恢复了着佛。咱就是对这个色心用事、众生的知见，要甲伊恢复伊倒转去咱本来具足的佛的知见。要恢复了着佛的知见，要恢复倒转去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它是具足的，伊是苦足的啦。伊法度伊不变应万变，因为伊苦足。你若无苦足，你无法度不变应万变。那么呢，就会当清理了着佛啦。所以讲呢，你的自性当中嘛无啥物欠缺，嘛无对待，嘛拢无啥物污染。安尼大家真想有无？有够清气无？有够清净无？迄种的自性真的就是圆佛陀光灼灼啦。那么爱咱想有无？那么自性不无动摇，自性不无动摇，它是如如，外在的一切跟它没有关系。伊看你死到灰内底，
它不动于念。那么呢，那安尼叫做无动摇。那么咱呢，咱敢有动摇？有影呢，看到人的不是，听到人的不是，咱心就动摇；看到水的，咱嘛动摇；看到有钱的，咱嘛动摇；看到花花的世界，咱嘛动摇。啥物动摇？心动摇。心动摇，心有在动摇，该去做嘛。所以讲这是种心性用功夫就是安尼。那么主性你本来如如不动，它没有对待，它没有得失，它没有好坏，它没有对错，所以讲呢，伫这当中呢，用着平静的心，所以就无动摇，无随着外在的环境来变化伊内心清净的世界。那么这就是咱修佛的目标也就是教咱因为咱看会当在地不点定的看会当亲像莲花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那安尼你就法度通达到无动摇，无动摇。外在安怎变你就是如如，那安尼你境界就是不够，那安尼你就是佛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也就是讲，咱已经来到这个世间咯，咱要安怎恢复到了自性无动摇的心境，无受着外在一切的变化，无论人甲你讲好甲讲歹，讲好你也袂欢喜啊，讲歹你也袂生气啊，那安尼心境真正有够好啦，这拢是目标啦，自性灵性万法。自性灵性万法，那么万法甲各种的因缘，那么伊就是苦种嘛，它具足要因着有，所以讲这个囡仔呢，像何况呢，第三即马生安尼囡仔，伊拢差不多是剩的较济对伊出世伫未来甲近6、7个月伊的过程当中呢，真的，若不是伊记住他不会这样做。咱老骗过囡仔就知影啦，咱安尼想就有啊嘛。所以讲咧，这个囡仔当中就是已经有苦足，毋免爸母甲伊教，毋免爸母甲伊教，伊就会啊。这就是伊本来的苦足的。那么伊有苦足的当中，伊敢有法度通安怎？伊敢有法度人要用就有啊？敢是安尼？所以讲咧，即马这阿孙的咧，咱讲还袂坐就要学行都坐也袂啥知，但是你若有看到物件，伊就要徛起来。但是咱大人足简单的我要爬起来看一个物件，那么我足自然要安怎徛起来足简单。但是伊当开始要爬起来，伊嘛会去扎等咧，这手力上扎得无够，伊嘛袂咧。就像咱咧感受共款，咧感受共款。那么伊伫咧感受内底，所以讲，互我讲囡仔若要爬起来呢，你个注意，毋通叫滑倒，毋通叫倒。你互伊慢慢想办法甲伊爬起来。安尼伊敢有伊当真会着啦。你若看伊要徛起来，伫遐呢，伫遐找无，你敢知影伊要徛起来，但是伊咧找无伊的阻力点通徛起来，你干脆赶直接甲抛起来，后盖伊敢爬会起来？后盖伊就无方法啦。就爱讲你甲抱啊啦，你若如果讲伊咧爬，伊的阻力点袂稳，伊毋知影有危险甲无危险我安尼会摔着甲袂摔着，你大人甲注意讲，莫搁摔着，安尼就好啦。互伊家己爬，我即个要爬起来，遐摸索，我还爬袂起来。但是伊爬袂起来，伊后壁佫想要爬后一届伊佫要爬起来时。那他就是去摸索，伊开始生发了，生发着我要安怎爬起来的方法。那么这方法就是伊本来就有的的能力伊就是本来所有的能力，所以不如意而用之，不如意而用也，这叫做良知良能，它是具足的，具足的。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他都要合法讲出来。咱科学才有发达，我咧讲咧，
咱崇德，崇德迄个科学家嘛，迄是咱华人啦，即个科学家即个呢，伊就是伫迄个美国太空总署伊是负责喷射引擎一科的，一科。那么呢，伫伊即个啥呢？伊还未来得到，还未去上幼儿教育的时阵，伊就是交咱世间人就是安尼嘛，做只混成安尼尔嘛。若有时间来趁较济钱咧，田甲买较济，厝甲买较济，土地甲买较济，钱甲赚较济咧。若无就是看官人做，用官来做安尼。伊就是讲安尼。但是伊入来倒了后咧，伊有去上幼儿教育，伊去体会。我咧逐工拢去趁钱，安尼有一工钱用袂着咧。伊的意思就是讲，我家己若拢趁共真拿，真拿若去互摔着，拢无去嘛。所以讲咧，家己袂当趁共真拿。所以去体会这个道理了后，变成伊一时伫太空总署咧研究